每一当到春节的期间，全台各所在拢会出现大量返乡或者是要出游的车潮，佮加上台南有真侪古迹，佮有观光的风景区，所以为着要避免伫咧春节的期间造成严重的塞车，交通部公路总局特别召开记者会，提醒民众伫咧连假期间替换的疏运道路，互民众伫咧连假期间开车出门会当更安全通顺。第一个就是我们配合高工局他们在那个5K 就是台南交流道跟11K 的上仑交流道在东行的部分的匝道也做一个移控管制就是它避免说太多的车潮是要往关庙交流道这个部分这是配合那个高工局的一个政策。另外第二个就是说在182线的部分那182线因为车子会蛮多左转想要去那个台国道3号的关庙交流道嘛那台南市政府他们有一个公告相关的措施是说要求你如果是要去国道3号关庙交流道，你一定要沿着182线直行进入关庙市区里面它会接到一个台19甲线，然后再左转再上国道3号关庙交流道。那另外如果你是那个就是台86线侧车道行走的车子的话，你一样来到182线不能直行上那个台19甲到那个国道3号关庙交流道，你一定要到台82线听从那个远景的指挥走182线一样往那个关庙市区，再接台19甲线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疏导措施伫过年期间，有真侪信徒拢会来到南昆新大天府上香。交通部公路总局要特别提醒民众，会当加加来利用幸福公路的 App， 或者是交通部公路总局的网站，先看卖各交通所在的塞车情形，互大家连假期间袂因为交通的问题来影响到放假的心情。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